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7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2篇，阿摩司书第2章第12节到第3章第8节，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2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疼世间人。过去几天，咱拢谈论着先知阿摩司，讲着几个外邦的国家，犹太国甲即个以色列国，因拢再三的犯罪。因为安尼，先知有言上帝必定要刑罚因，听起来互人感觉真惊吓。但是处罚并毋是上帝的目的，上帝的救恩是为着要救人，因为上帝疼世间人。对伫遐的心公义，无愿意对上帝的人来讲，当然救恩就无适合伫因，因为因拒绝啊。阿摩司甲咱讲，但是恁才会勉强利俗人啉酒，不准先知传我的话，所以我要将恁缀你的涂骹，缀甲亲像缀满五国的车，叽叽嘎嘎咧响，就算是咧走的牛人也走袂开，大力士也会失去力量，军人连家己的命也难保。迄个弓箭手徛袂牢，走了紧的战士也无法度逃命。骑马也袂当逃生。伫迄一天，上勇敢的战士也要拍迄角因的武器，猖狂来逃命。上主安尼宣布啊！虽然是安尼，以色列人时常违背上帝，但是呢，上帝却犹原爱因啊。先知阿摩司伊又搁讲着以色列，恁着爱听上主甲恁讲的话。这个话是恁全国的人所讲的。上主捌对埃及将恁领出来，伊讲：伫全世界遐尼济国家的中间，我只有选恁，恁还阁会当犯遮尼济的罪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一定爱刑罚。安尼提醒真正是疼甲有深，责备就真急。亲像上帝赏赐救恩予以色列人，佮特别选因做选民，但是以色列人却犹原背离上帝的道路。这才是真正去互处罚的原因，因为以色列人偏行家己的路，因无愿意甲上帝同行，就甲上帝的救恩愈离愈远。圣经安尼讲，两个人无同意，因敢会做伙来行路吗？狮仔无有发现猎物，因敢会伫树林中来嚎叫吗？小众的这个狮仔无掠着物件，因会伫墓坑内底嚎叫吗？若阵掠鸟的鸡仔无字，飞鸟会去互掠掉的吗？无有物件碰着掠鸟仔机，伊敢会跳起来吗？作战的号一响，城内的人民敢会惊吗？若毋是出于上主的旨意，
在下会临到迄个城吗？也因为安尼，上帝就设立先知来传达伊的旨意，互人民真清楚明白上帝的话语。但是真可惜的是，以色列人不但耳仔听无，因也佫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因也佫拒绝上帝的仆人先知的话。圣经讲，至高的上主要采取行动的时，一定将计划甲伊的仆人先知来讲。狮子吼叫的时阵，什么人袂惊吓呢？至高的上帝讲话的时阵，什么人毋传达伊的话呢？先知就亲像耶稣基督的门徒共款，因受到差遣，出去将上帝救恩传予人，就好若亲像洗礼约翰共款，伫旷野宣扬悔改的福音，也佫亲像先知约拿受派到尼尼微城去，伫遐来传上帝将来要刑罚即群无恶不作的尼尼微城的人。但是请会记得，上帝透过先知所传的警告，目的是要爱因悔改，然后上帝就要将伊的救恩赏赐予即群的歹人，因为上帝疼世间人，这是世间人，并毋是限制以色列人尔定，或者是选民尔定，乃是所有的人，只要愿意接受上帝救恩的人。就好若亲像伫约拿书所记载，尼尼微城的王以及所有的人民共款，也亲像耶稣基督所讲，迄个泰尔甲西顿，因遮的外邦国家的人民共款，因一个看见新野就三恢复低靠，伫遐来悔改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，咱真熟的，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因，叫所有的人信伊的人无得到灭亡，反倒转会得到永生。因为上帝差遣伊的囝来到这个世间，毋是要定人的罪，是要借着伊来拯救世间人。所以呢，只要愿意悔改、回转来上帝的人，拢会通得到上帝的救恩。上帝的疼就是遮尔啊大，因为上帝毋是看人的外表，上帝嘛无偏袒人。只要愿意行伫光明的下面的人，拢是光明的。圣经讲，光来到伫世间，世间人因为家己的歹行为，就无爱光，就爱黑暗。因被定罪的原因，就是伫这个所在，做歹代的拢怨恨光，无接近光，因为惊伊的歹行为去互人来显露出来。但是迄个照着真理来做代志的，却是接近光，通好显明伊所做的一切，拢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来做。而且望咱拢会当成做光明的人，来行伫光明的下面，也成做光来照光予别人。
诗篇第82篇，上帝伫天庭主持大会，伫正神的会中伫审判。恁无照公义审判，偏袒歹人要到什么时阵？恁着为着善请的人甲孤儿来伸冤，为着困苦欠缺的人主持公道，着改善善请欠缺的人，来解救因，互因来脱离歹人的手。恁毋知，完全袂了解，伫黑暗中行来行去，公义的根基拢摇绝。我捌讲，恁是神，拢是至高上帝的囝。毋过恁甲世间人相款，拢会死，亲像逐个领袖会倒落去。上帝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万国拢是你的。感谢上帝赏赐你的救恩，互阮会通成做你的仆人，也来成做光，来照伫这个世界。感谢祈祷，靠主圣名，阿们。